約伯記第9章第1至35節。約伯承認神的智慧與能力。約伯發言回應。我確實知道事情就是這樣，人在神面前怎能稱義呢？3人如果想與神爭辯，1000句也答不出一句。4神心裏有智慧，能力強大，有誰對他強硬而平安無事呢？5他挪移群山，群山卻不知道是誰在怒中把他們翻倒。6他使大地震離原位，大地的柱子就搖撼。7他吩咐太陽，太陽就不升起，他又封閉群星。8他獨自鋪展天空，踏行在海浪高處。9他造大雄星座和獵戶星座，昴宿星團和南天星宮。10他做種種偉大莫測的事，奇妙的作為不可勝數。11他走過我身邊，我卻看不見，他掠過去，我竟未察覺他。12他若奪取，誰能攔阻？誰敢問他，你要幹什麼？人受苦難不一定因為罪。13神不會收回他的怒氣，海季拉哈伯的助手都俯伏在他以下。14更何況是我，我能回答他嗎？我怎敢選擇言語與他辯論呢？15我雖然有理，卻無法答辯，只向我的審判者求情。16即使我呼求，而他回答我，我也不信他會聽我的聲音。17他用暴風傷害我，無故加添我創傷。18他不讓我喘一口氣，讓我吃盡苦頭。19若論力量，他多麼強大；若論訴訟，他說，誰敢傳喚我？20我雖公義，我的口還是定我有罪；即使我正直，他還是判我歪邪。21我雖正直，我卻不顧我自己，我厭惡我的生命。22反正全都一樣，所以我說，正直的人和惡人，他都滅盡。23如果災禍忽然把人殺死，他就嘲笑無辜者的絕望。24如果世界被交給惡人的手，他將蒙蔽世上審判官的臉。如果不是他，還能有誰？25我的日子比信差還快，飛快逝去，不見福樂。26我的日子消逝有如蘆葦輕舟，如蒼鷹撲向獵物。27如果我說我要忘記哀怨，除去愁容，面露喜樂。28我就懼怕我一切的痛苦，我知道你不會判我無辜。29既然被定為有罪，我又何必徒然勞苦呢？30即使我用雪水洗淨自己，又用鹼水潔淨我的手。31你還是把我扔入深坑，連我的衣服也厭惡我。32因他不和我一樣是個凡人，讓我可以與他辯論，讓我們同去對簿公堂。33我們之間沒有仲裁者可讓我們雙方信服。34願他使他的形象轉離我，別讓他可畏的威嚴驚嚇我。35這樣我就可以說出來，不懼怕他，因為我本身不是這樣的人。